好，那我们紧接着来示范豆沙锅饼的面皮的手揉的一个方式。那我们这边是300公克的中筋面粉，然后我们再加30公克的猪油，我们这边是200公克的温水，那我们慢慢的把这个水加到这个面粉里头，慢慢的去揉制。哦，那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揉面团的一个小技巧，哦，我们先把它搓成长条，再折成3等份，一样，这个动作我们就把它连续做个7到8下，哦，那很快的，每搓揉一次，面团就会慢慢变得光滑了，然后一下它的筋性就让你揉出来了，轻轻松松，哦，揉完之后，一样，我们拿一个小脸盆，哦，放在这个盆子里面，让它醒发约半小时，30分钟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紧接着来示范这个油酥的部分哦。那我们这边是油酥，是用300公克的低筋面粉哦。然后加上200公克的猪油。把它和成均匀，和均匀就行了。好，慢慢的就把它揉成一个小面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油酥哦，一样，我们也是把它揉到一个光滑的状态。稍微摔拍一下，摔个几下，让整个油酥很光滑、很绵密。待会我们也是要让它稍微醒个10分钟，我们再来做一个油皮包油酥的一个动作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刚刚静置30分钟的水油皮的部分，跟这个油酥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包制豆沙馅的一个动作。好，那这边是刚刚我们切好的150公克的水油皮，那我们来放入这个75公克的油酥。好，先把它包好，包覆住，用虎口的部分去做一个收口的动作。包完之后，一样我们让它稍微醒个5到10分钟，然后再来包入我们的豆沙馅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水油皮包入这个油酥的部分，醒了大概5到10分钟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豆沙馅或红豆馅，把它包在里面，
包完之后，一样，我们也要大概醒个5到10分钟，哦，让它稍微松弛一下。我们可以将这个稍微摊开，摊平一点。那我们紧接着在封口的部分，哦，抹上一点我们的生饮水，把它涂抹均匀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黑白芝麻，生的黑白芝麻哦，将它把它和均匀之后，然后铺上我们的表面。沾完这个黑白芝麻之后，哦，紧接着我们就可以起一个油锅，倒少许的沙拉油。好，我们先润一下锅，哦。好，那我们芝麻的这个面朝底下锅，小火煎到芝麻呈金黄色的一个状态。哦，切记煎这个急不得，慢慢的帮这个我们的锅饼哦，慢慢的将它煎熟。煎的过程当中哦，要随时注意一下这个芝麻的这个熟成的这个颜色哦。这样的大小，我们可以把它切成8等份，哦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盛盘。好，今天跟各位示范2道，一个是厚版的葱油饼，一个是甜品豆沙锅饼，希望观众朋友你们会喜欢。